国家安全研究院举办的2025年台北安全对话将举办，总统赖清德早起伫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的陪同接见来台湾参加会议的外宾。总统是强调讲，威权主义挑战全球的秩序，嘛考验全球民主阵营的团结甲应变。这个时阵，台湾安全对话举办特别重要。这不仅仅是学术政策的交流，更是理念相近国家携手应变挑战、追求和平的重要契机。台湾站在威权主义威胁的第一线，希望凝聚民主伙伴的力量，促进印太区域的稳定发展。另外，明仔载双十国庆，立法议员庆丹会会长顾乌龟斯带领的祝福团早起飞到松山机场咯。今年是有28个成员咯。有媒体好奇讲，自民党新的总裁高市早苗讲有拜托会长写批还是传话，和总统赖清德。会长是今日表示讲，过去伊是要替总裁写的批来台湾。这个访问团嘛去慰问花莲灾区，嘛安排甲总统赖清德来见面。